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高雄市警察局2科3的警官林金宏，嘛是因为贪污被判刑12年，确定本地是昨下晡就要入去封关，但是伊去跳爱河，企图要自我了结，好你家在及时被发现送病院，无生命危险。讲这个警官无法度接受判决，伊讲伊是冤枉的，所以用死要来表明家己的清白。 救援人员赶到爱河边，赶紧甲落水的民众救起来。调查了，发现讲其实伊是初四下晡就要去坐假的真高雄市专勤组的副组长林金宏。迄天透早，伊甲家人讲要出去买物件，结果就联络袂到啊。到场之后，他身上已经有救生圈。那我们运用我们的双节梯下去，那将他带上来。 林金宏会去判刑，是因为当时林金宏的上司李世昌，2011年和2012年担任高雄市警察局行政科的专勤组长，负责处理跋筊性的电动，还佫有色情。但是透过离职的2个员警，向高雄20外个业者收后手钱，拢总收1144万，一半交予林金宏。由于医生建议住院继续观察，故 本署检察官已指示警调人员在旁戒护，并综合考量被告之身体复原状况后，为适当之预知。但是林金宏一直讲钱是李世昌收的，甚至用死来表示讲伊是去用冤枉的。高雄地检署表示，目前是警方咧介护，但伊出院了后，嘛是赶快来去坐监。